60年代香港歲月艱苦，70年代香港踏上新里程。1970年香港人口接近400萬，港府積極推行各項新政策，助長經濟迅速發展。1971年香港有70%嘅家庭都擁有一部電視機，電視業崛起，代表資訊發達，香港人更容易吸收世界各地知識。70年代喺茁壯中成長嘅香港人，點樣將香港變身成為國際大都市呢？60年代唔少香港人生活艱苦，窮小孩嘅日子係點樣過？做街童喺街上流連玩耍，做童工喺工廠區幫補家計，有學返嘅就喺冇瓦遮頭嘅天台小學上堂，直到1971年，佢哋嘅命運改寫。呢一年，政府推出6年免費教學，所有官立及資助小學學費全免。政府亦頒發強迫入學令，父母必須將年齡介乎6至12歲嘅子女送入學校讀書，違例者最高罰款500元及入獄3個月。從此，香港嘅小朋友無論富或貧，至少得到小學程度嘅基本教育。當時嘅小學校舍亦有所改變。60年代，天台小學十分盛行。天台小學係課室同操場都設喺徙置大廈頂層嘅學校。由於學費便宜，唔少父母都會送子女去讀書。不過，隨住政府資助興建新型校舍，天台小學到70年代中期逐漸被淘汰，小學生嘅學習環境得以改善。咁當年學嘅又係乜嘢科目呢？呢啲就係70年代初至中嘅小學教科書。當時除咗中、英、數之外，更加有健教、自然同社會科。咁書本內容又係啲乜嘢呢？好似健康教育咁，打開尾頁會自己嘅健康記錄，仲有接種疫苗嘅時間表。課文提及各種疾病嘅常識，例如有由病毒引起嘅沙眼、疥蟲入侵引起嘅皮膚病。今日呢啲疾病都唔再流行咯。至於社會科，3年班有一幅70年代嘅香港全圖。油麻地旁邊有個古墓，咦，係李鄭屋古墓。馬鞍山上有人拎住鋤頭，原來當年仲係採礦工場。屯門青山一帶仲未開發，70年代初係行山嘅好地方。當時嘅政府架構又係點嘅呢？有已經唔存在嘅戶政司署、入境事務處轄下嘅人事登記處，當時辦公大樓喺何文田，仲有醫務處，即係而家嘅醫院管理局。當時教科書嘅設計冇而家咁生動，於是政府就利用電視提升小學生嘅學習興趣。香港首間教育電視中心，簡稱 ETV， 喺71年9月6日喺廣播道正式開幕。由 ETV 製作出嚟嘅教育節目，經無線電視明珠台及麗的電視英文台轉播。教育電視播映初期，只係播放小學3年級嘅節目。各位同學，嗱，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有肚餓嘅感覺㗎噃。當我哋肚餓嘅時候，我哋用咩辦法去解決咗呢種感覺咧？咁所以呢一堂咧就同大家討論一個題目，叫做肚子餓了。71年，程乃根就喺錄影廠度主持教育電視節目。佢本來係一位官校教師，因為教育司署聘請教育電視老師，結果應徵一試即合。程乃根係社會科嘅主持。原來當年只得4科有教育電視睇，除咗社會外，仲有中、英文同埋數學。老師多數都係2樣嘢嘅啫，就係 chalk and talk， 就係粉筆寫黑板，又跟住咧就係講啦咁樣樣。咁但係呢啲咧，如果係耐嘅話咧，啲學生就會失去咗嗰個注意力。而教育電視係完全係彌補晒呢啲嘢嘅。教育電視一個節目長15分鐘，數學科老師拎住2塊頁解釋不規則圖案，跟住教育電視節目再詳細講解。當年教育電視仲配有作業簿，呢本就係首批3年級數學科作業，教授嘅內容有3至4位嘅加數。咁程乃根負責嘅社會科節目又係點呢？
電視教師喺個錄影廠裏邊咧，去講一啲概念，講一啲內容。但係要俾佢睇到實際嘅嘢咧，就用外景去交代。但係令到嗰樣嘢更加生動咧，佢又會安插幾個小朋友，係當中其中一個咧係一個卡通人物，叫做大鸚鵡。咁喺我講緊嘢差唔多完嘅時候咧，佢就走入鏡頭咧，就同我問我一啲好多其他嘅問題，譬如程先生，點解我哋會肚餓嘅咁樣樣？由6年、9年直至12年嘅免費教育，香港教育越嚟越普及化。而家年青嘅新一代時常抱怨讀書辛苦、考試壓力大。不過回想40年前嘅小朋友，連入學嘅機會都未必擁有嘅時候，係咪應該好好珍惜讀書嘅日子呢？71年10月17日，第24任港督戴麟趾卸任離港，當日喺政府大球場舉行咗一個大型嘅歡送儀式，有3萬港人參加。現場戴麟趾爵士更獲贈一支玉如意作為紀念。11月11日，下一任港督麥理浩抵港履新。麥理浩抵港當日，隨即舉行就職宣誓儀式，應邀觀禮嘅各界人士有1400位。當時宣誓嘅地方好特別，係大會堂音樂廳。職位嘅宣誓。I, 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, do swear that I will well and truly serve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in the office of Governor of Hong Kong. So help me God. 呢一年仲有呢2位人物抵港。1970年有一件盛事，相信除咗20幾萬天主教徒之外，好多其他信仰嘅觀眾都會記得，就係羅馬天主教教宗保祿訪問香港。當年教宗保祿6世嚟到香港，馬上到大球場進行彌撒，吸引4萬信徒到場。教宗喺下晝1點鐘到達，4點半就離開前往石蘭，逗留香港3個鐘，認真行色匆匆。隔幾日，機場又再人頭湧湧，因為有球王比利出現，送上香吻嘅係煙草界代表。球王比利代表山道士球隊迎戰香港代表隊，大戰3場，結果山道士球隊連贏3場，比利3場一共入咗6粒，好波啊！呢班大人物令到港人充滿熱情。不過，亦有一件事令到香港人熱血沸騰。香港嘅保釣運動由71年展開。5月4日，大班學生先到中環皇后碼頭示威，之後浩浩蕩蕩遊行到花園道嘅美國領事館。佢哋舉起標語，大叫抗議口號。原因美國聲言會喺1972年將釣魚台列島交予日本。學生亦大派傳單，呼籲港人抵制日貨。7月7日，情緒去到最高漲，維園聚集咗大約500名學生，佢哋舉行最大規模嘅示威。到咗晚上，警方採用暴力，強行驅趕學生同埋群眾，釀成流血事件。整個銅鑼灣區陷入混亂狀態，結果有多人受傷送院，26人被捕。當年發起保釣運動嘅係大學生，唔少更加係學運嘅積極分子，熱血、愛國，甚至乎執着同衝動，彷彿就係佢哋嘅化身。今日嘅大學生又會唔會吸取到上一代嘅經驗，多一分愛國熱血，少一分執着同衝動呢？俾我哋。咁我咧？你咪買過咯。一支甜筒可以話係60、70年代好流行嘅小食。咁70年一支甜筒嘅價錢又係幾多？睇下廣告就知啦。一個甜筒5毫子，同雪糕杯一樣價錢。俾我嗱，請你寫支。咁雪條又要幾錢啊？原來鳳仙雪條比雪糕杯平1毫子，要4毫。當年仲有啲絕咗跡嘅雪糕雪條，好似金冠 Choco Bar， 即係一嚿四方方嘅朱古力磚。今日雪糕仍然係大家嘅至愛，不過升價10倍咯。